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唱第一首歌，在这里。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好，我们现在邀请弟兄姐妹，很久没有可以出去跟大家 say hello 了，可以跟后面的朋友 say hello。疫情终于快要好了吧？希望主持续看顾我们台湾，能够让我们在这边在教会敬拜我们的主。我们来从头再唱一次。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依山倒海星星，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就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主啊，我们将你的荣耀彰显，主你的奇妙神迹将显明，主在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主啊，在干旱无水之地，我们要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们要寻求你；在黑暗的时候，主你是唯一的亮光。主，我们在这边谦卑祈求，祈求你保守在这世界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主啊，能够保守，能够尽快平安的结束。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
就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主，我们要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主，在旷野无人之处，我们要寻求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主，我们等候你，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主，我们要住在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在干旱无水之地，我们要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们要寻求你。主，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主，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主，祈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住在主你的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一起用新的诫命，一起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
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能同心合一聚集在这里敬拜你、赞美你。有时我们会忘了什么是真实的虔诚、真实的敬拜。求你恢复我们心中有神的形象，不要一边在罪恶的当中，一边仍在献祭的表面功夫。让我们知道，不单是奉献金钱，不单是侍奉，而是我们最真实的心。当大卫王犯罪后，他说：“上帝啊，我献上的祭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不拒绝。”先知何西阿也说：“上帝要求的是坚定的爱。”在你面前，我们也要承认自己的不足软弱，求圣灵引导赐我们力量和智慧，做一个对的人和做对的事，在生活中彰显你的公义。也求主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主你的赏赐，你赏赐给我们许多才能、财富，并不是用来独善其身，是用来与需要的人分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更多的人认识你的爱和救恩。求你让我们能谦卑的与你同行，尊主为大。我们也要用你教导的主导文，同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一起来看周报。教会消息有奖学金到今天为止接受申请，如果还要申请的弟兄姐妹，要赶快拿去给我们的干事。好，我们来第三点，第三点，我们那个3月19下午2点小会，下午4点要开长执会，请长执留意。然后第4点来看，各团契会长在3月19号前要记得赶快提交第2季的团契活动跟服事排班给干事。好，那奉献的明细大家再来一起再看一下，如果有要订正的，我们再来跟出纳或会计来订正。好，圣经，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弥迦书6章8节。弥迦书6章8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讲到今天一节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黑暗中的亮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的呼召我们来到圣殿敬拜你。愿你的能力、智慧、医治来安慰我们当中需要被安慰的。你也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对这个信仰有更坚定。我们知道，虽然现在常常有黑暗笼罩主，但是我们知道，行在你当中，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2020年新冠病毒席卷全世界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笼罩在一个黑暗之中。史上牧师就不用特别讲，顿时之间，每个人觉得死亡其实离他很近，而不是只有老人才会死亡。今年的2月24号，让我们非常很难理解，已经21世纪非常文明的一个世代，竟然有像野蛮人一样，我们讲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我们用一般的话来讲说，大欺小。像我们觉得前几年在香港的事件，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子。牧师也大家最近有一部纪录片《时代革命》，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戏院里面看。听说很多人看了都哭了。我们虽然人人气愤，但是也让我们突然感受到，好像顿时之间，战争离我们台湾也很近了。我们和平已经很久了，而我们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谁愿意行在黑暗当中？台北市前阵子有20几天一直都下雨，仿佛在黑暗一样。终于出太阳了，大家觉得好温暖哦，出来晒太阳。大家都喜欢光，光有温暖，光怎么样？光有希望。但在生命的当中，感觉上光停留的时间总是很短暂，被黑暗笼罩的时间好像是特别的长。今天的经文，弥迦书6章8节，它的时代背景是先知弥迦被呼召在犹大国3个国王服侍的过程当中，光去得很快，但是黑暗也很快就来临。在那个时代，犹大国充满了内忧外患，四边的国家都在等待机会要来进攻他们，就连北国以色列他自己的兄弟，这个时候他联合了亚兰这个国家要来攻击犹大。犹大呢，亚哈斯王有一个王叫亚哈斯王，他在求救亚述，他求救他，没错，可以幸免国家被歼灭，但是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引狼入室，从此犹大国就成为亚述的附属的国家。犹大国他们失去了自己做主人的一个自由。当你在政治上被臣服于其他的国家的时候，意味着你在宗教上的信仰，你也要臣服于他的神明。在以前的话，哪一个国家打赢，代表他们的神明赢过另外一个国家的神明每一个国家都有神明。所以这个时候的犹大国就是内有外患的外患，就是他们成为亚述的附属国家。内忧是怎么样？他们的祭司跟先知因为贪婪，没有尽到他的职责，让以色列陷入在崇拜偶像神明的当中。因着远离上帝，罪恶到人的心里面，开始人们厌恶公平，人们喜欢追求贪婪、诈骗、凶杀，以至于整个犹大的国家不公不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有的人想办法要怎么样更富有，上位的人怎么样去剥削压榨劳工。现在其实还都是一样，法庭是一般老百姓最后正义的地方，但是你只要用贿赂的方式，你就可以来打赢官司。这是先知弥迦的年代，不公不义的事件让整个国家陷入在黑暗当中。所谓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总是不断的在重演。而这段在几千年前曾经重演的历史，此刻其实和我们也有关系我们观看现在全世界，很多领导者当他的贪婪、他的独裁，造成他的国家动荡不安。台湾呢，有公平吗？有公义吗？我们常常很骄傲，我们住在台湾，但是台湾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时常听到弟兄姐妹、年轻人跟我讲：“牧师，现在买不起房子，牧师也没办法怎么办？”你看，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很多的工人在抗争。这个时候，我们要像弥迦一样，内心非常的忧伤，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强者总是欺压弱者？而且强的人他要把全部都拿走。
这个是罪恶的深入人心一个欺压的一个本性啊。俄罗斯为什么敢打乌克兰？他觉得他强啊，我打你都不敢还手啊，不是吗？这个欺压的百姓、欺压的本性，自古到今，在全世界，在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社群，甚至在家里面，都有这样的发生啊。以至于黑暗总是笼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挥之不去。弥迦书6章6到7节，就是6到8节的前面2节。牧师简单讲一下，就是当我们朝见耶和华，在耶和华上帝面前要敬拜他的时候，我们要献上什么呢？经文说，我们要献上1岁的牛犊为燔祭，还是1000的公羊、1000的油？这边说，还是我把我的长子献给你。犹大国他们是一个信仰团体，他们原本在埃及为奴，上帝透过摩西救赎到他们，有一个新生命。就像牧师在20几年前，我也是拜的，因为上帝的怜悯救赎我，让我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可是犹大国他们就在信仰上面，他们完完全全的堕落。他们不但没有悔改的心，而且他们很不耐烦的问上帝：我需要献什么给你，才可以把我做的一些罪恶抵消掉，得到赦免？我献1岁上好的牛犊给你，够吗？上帝，你说不够，没关系，1000的公羊、油，最后我把我家的长子我献给你，我的罪恶总是可以赦免吗？上帝的选民难道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期待？但是最骄傲的，以为可以透过大量的献祭来收买上帝。其实人心中所犯的罪恶，没办法用任何的东西来代替。犹大这个国家可以因着以色列灭亡，北国以色列南国接着灭亡是有原因的。他们没有一个敬虔的心。刚刚婷宜在祷告当中，他没有一个敬虔的心，没有一个忧伤痛悔的灵来敬拜上帝，以至于他会被灭亡。今天的经文，弥迦书6章8节，在整个圣经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啊。人是受造者，当受造者去问创造者说：“我要做什么才能满足你的时候”，这个就是骄傲。这是一般民间宗教信仰的模式。民间宗教信仰更夸张，你要给我什么，我才给你。我的神啊，你要让我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达成了，我就怎么样怎么样给你。这完全是人的一个骄傲自大的显现。我们知道万物都是上帝创造了，上帝没有在缺什么。我们人没办法为上帝做什么。上帝的回答当然是他什么都不要。弥迦书6章8节，可以说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透过众先知，不断的对陷在罪恶当中的以色列呼唤他们要悔改。这是他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啊。这个信仰的核心，弥迦书6章8节，人之所以犯罪，还有机会得救赎跟赦免，那是因为上帝的爱啊。他是公义的上帝，他也是愿意不断怜悯人的上帝啊。弥迦书6章8节可以说完完全全呈现出上帝爱世人的本性。上帝的本性就是弥迦书6章8节。而这本性才可以成为什么？陷入黑暗中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唯一得到救赎的那个光啊！好消息！如果说罪恶使人陷入黑暗当中，贪婪将人带离上帝原来创造那个好，贪婪我们被刚刚讲的那些祭司、那些先知，因为贪婪被带离。
那么也唯有上帝他本身才能翻转这样的困境，带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在弥迦书6章8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到？来放一下经文。整个弥迦书里面碰到了一个，就是耶和华指示你。那个 PPT 弄一下那个经文。世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只要你行公义，只要你与神同行。弟兄姐妹，上帝要求的这个你，就是我们啊，就是我啊。上帝那么看重他所创造的我们啊，上帝他胜过世上一切的东西，没办法满足他们，他单单只要我们这个人。我们怎么样？上帝要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能够长成我们这个人，就好像一棵树，我们能够长成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一个模样啊！上帝希望我们成为那样子。公义是什么？很简单的，公义你就不要大欺小嘛。你俄罗斯打那个就不是公义嘛。你中国进攻香港，你就是不公义嘛。不欺压，不贿赂。不歪曲公平就是公义。马太福音7章12节这么说：你想要你想要人怎么样待你，你也要怎么样待人啊？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公平啊。我们刚刚读了新的诫命，就这样，爱人如己。公义是人跟人相处之间很简单关系的一个基础啊。上司跟下属公平吗？很少会有公平的啦。老师跟学生有公平吗？其实也很少会有公平的。唯有行公义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关系才会好起来。牧师举几个例子。如果现在台湾，你连一个基本的食衣住行就落差很大，你觉得会不会有问题？一定会有问题的。当一个国家的财富，我不晓得我们台湾现在财富，这边有财经专家哈，有没有20%的财富都落在这些富有的人，80%都在那20%，还是20%的人拥有大部分的财富的时候，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觉得人与人之间会有和谐吗？我觉得很难。当犯法的人，他可以透过法律的手段，他可以不用坐牢，这样社会还会有和谐吗？当大部分的人要辛苦工作几十年才买得到一栋房子，但却有一些人拥有很多的房子，而且他的房子不是用来住的，而是用来炒了。我们就听过炒饭、炒菜，但是现在有炒房子，那这样的社会会有和谐吗？我觉得很难。为富不是坏事，但是当你为富又不仁的时候，那就会造成社会有很多的不和谐。当俄罗斯他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就欺负邻国的时候，突然整个欧洲的人都醒了，整个世界开始就产生一个不和谐的一个状况。我们相信公义的上帝必会对这样不公义的事情怎么样？实行审判。公义的另外一边就是审判。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教会，当教会里面存在着不公义的事情，教会会和谐吗？家里也是一样。父母亲对孩子们偏心的时候，你觉得家里面会和谐？也不会和谐的。我们看看自己的长老教会、总会、中会，甚至一般的教会，这么多年来吵吵闹闹，很重要就是公义在里面没办法被彰显。心存怜悯，怜悯是什么呢？怜悯不是一般社会上讲的爱心啊，捐款爱心，真是高调的爱心啊。这边所讲的怜悯是什么？上帝与我们恩典的约定。人常常会离开上帝，但是上帝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他对我们的爱是一种呢不带条件，而且什么又坚定不改变的爱。所以上帝希望我们用这样的爱，因为我们要成为上帝的本性嘛，也要用这样的坚定的爱去爱落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甚至是支持教会以外的人。我们教会会做社区老人关怀事工，那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呢。但是我们要爱社区的人，我们要做很多的准备，因为我们要怜悯他们，要用上帝的爱来爱我们，来爱他们。怜悯的爱，也就是上帝的爱，可以成为让社会的一些边缘的人、弱势族群的人，他们有生存的一个盼望，可以让这些人怎么样重新看到身为人的一个价值跟可贵。牧师今年被中会权衡为教社部部长，所谓教社部就是教会与社会的部长哈。那天228游行，牧师也去站在最前面应该是部长嘛那个还拿个东西如果听说很多人在民视、很多电视都有看到牧师我说我戴了口罩，大家要看到这个部有在服侍一个叫做家乐团队。这个家乐团队，他们每个礼拜六有一群人已经做了20-30年了，他们在做街友的事工。他们每个礼拜六早上就在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礼拜，1个小时礼拜结束之后，那些街友主要来要做什么？拿便当。他们只要做完礼拜，马上就拿便当，让这些边缘的人，让这些弱势族群，可以感受到上帝对他们的爱。牧师也来举几个例子，怜悯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怜悯你要付出，也就是说，我给了之后，我自己就没了。我10块钱，我给了5块钱、6块钱，我的里面就变4块钱、3块钱，原本属于我的就会变减少。今年长老教会在庆祝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此时此刻在和平运动馆里面有2000多个弟兄姐妹在那边做礼拜。马偕博士为台湾所做一切，很值得去纪念他。但牧师又看到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当马偕100多年来台湾，我们说前线打仗的时候，后面的补给非常的重要。当他看到这边台湾百姓的需要医疗、需要金钱的时候，是他写信回去加拿大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有存怜悯的心，他们奉献。也就是说，当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自己就会减少了。如果后勤不支援的话，我想可能没有现在的长老教会，甚至可能也没有马偕医院。而这些加拿大的弟兄姐妹愿意有怜悯的心，背后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爱大大的激励他们，让他们愿意这样来做。这几年，上帝让建成看到对弱小教会肢体的需要，我们开放让他们来募款。其实，我那天好像有跟志梅牧师在说，我们为了办马偕这个是该庆祝没错，但是我们办了这一系列的活动听说花了1000多万，1000多万，因为办音乐会很多那个希望很多可是我们还有很多教会非常的小，如果每一间教会像我们建成这样，我们就去帮助一间教会，我觉得这个意义会更大。1000多万，1个月烧了就没了，1个月烧了就没了。这几年我们看到弱小教会，我们让他们来募款，让他们来募款，好像我们就会减少理论上面是这样子。从2019年，我们让泰雅中会、延春教会，他们那时候是为了一台3万块的钢琴要来募款，从台中上来。可是那个传道是那个牧师是我的同学，他也没跟我讲，他们其实那1个月、下个月的经常会也付出来。他们只要3万块，但是上帝知道他们，
上帝也让我们有怜悯的心，我们那个也有10几万，不止他们的钢琴可以买到，上帝也补足他们的经常费。2019当然还有一个台南中会有一个林森路教会，他们买了一个地下室，20几年前那个本来是一个酒店，后来变教会，后来落水了，他们也上来募款。2020疫情大爆发那一年没有开放，也没有人来募款。2021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个屏东排湾族龙山教会，后来就义卖很多，他们都屏东上来，他们建堂，他跟我们分享说，整个台北他打了那么多电话，只有2间教会愿意让他们募款，我们是其中1间。我跟这枚牧师说，你们那么远上来，前一天我们帮你订一个旅馆让你们住，他还怕我们是不是骗他？怎么会有那么好的？2021也有一个台北中有一个明志教会来募款。2022呢，就是上个礼拜金叶教会，他们为了建堂，他们整个教会坐游览车来到我们建成。其实牧师有点担心自己因为我知道228很多人都没有来教会礼拜，但是感谢主，那天我们的奉献，大家今天看周报也知道，其实牧师非常的感动。那个传道也跟我分享说，这个金额，我们一次的奉献是他们他们教会半年累积才有的修缮基金，我们一次，他们非常的感动。当建成对外奉献，我们教会就不够吗？如果大家有注意、有关心教会的财务报表，我们不但没有不够，反而我们丰盛有余啊！弥迦书6章8节第3段，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亮光跟盼望。大家可以看一下第3节，只要你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一段话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亮光。谦卑是什么？牧师特别去查了一下。我们常常讲谦卑，谦卑。我们的总统好像就任也有讲嘛，他谦卑，谦卑再谦卑，就是不高傲自大啦，不高傲自大的意思。但是在圣经里面，对谦卑有更深的意义，就是要谨慎。谨慎，也就是说，我们要存谨慎的心，每一天跟上帝一起往前面走，有没有不一样？跟那个刚刚这个谦卑不高傲自大，其实是差很大哦。就是我们要谨慎。请问做什么事情你会很谨慎？要考试了，你会很谨慎。牧师第一次去知梅牧师的家的时候，他爸爸是军人，那个脸很恐怖。我去他们家的时候，板凳坐1/3，很谨慎，怕我如果做得不好，他爸爸会不喜欢。我很谨慎。我们跟上帝同行要这么很谨慎。我们跟男女朋友约会的时候，有没有很谨慎？很谨慎啊，一直看时间，然后要谨慎要怎么穿着打扮。我们要出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谨慎？护照有没有拿？很多东西有没有拿？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谨慎、很认真的？有。所以这边是存谨慎的心，就是战战兢兢，跟上帝同行，会让我们怎么样？会让我们不会逾越自己的身份。怎么说呢？当我们没有存谨慎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逾越那个身份，什么呢？以为我们是神啊。普丁他就是逾越啊，听说普丁也是基督徒哦，而且他的敬拜比我们还敬虔。听说他到教堂里面是跪下趴着。当他没有存敬畏的心，当他没有谨慎以上帝的时候，他就以为他是上帝啊。当我们存谨慎的心的时候，我们会听命上帝，我们会顺服上帝，让我们渐渐拥有一个真诚、发自内心敬畏的心啊。当有这个敬畏的心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怎么样？就会自然而然的行公义，存好怜悯的心啊。
所以我们有办法行公义、好怜悯，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我们先存谦卑谨慎的心，跟上帝同行，我们才有办法去行出真正的公义跟真正的怜悯。否则，我们是一个傲慢的公义，我们是虚华的爱心、夸大的爱心。一个爱心，希望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做了一个善事的爱心。弟兄姐妹，上帝的本性就是爱，上帝的本性就是爱。唯有耶稣基督实际上牺牲的爱，才能医治，才能赦免我们内心的罪恶。上帝的爱，亲自的改变我们建成教会，我们这个信仰群体。而我们建成教会这几年对弱小肢体的行动，其实只是让上帝的公义跟怜悯得到彰显而已。最后，卢牧师一开始所说的，2020的新冠病毒这个瘟疫，以及今年战争的恐惧，甚至我们在日常当中，我们的身体上面的病痛，以及我们碰到一些无常意外，这一些仿佛好像是巨大的黑暗笼罩我们，甚至带来死伤，带来忧愁，让我们对未来失去了盼望，看不到亮光。弟兄姐妹，要看到亮光容不容易？大白天的时候，当你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如果你想要看到亮光，你只要把门打开，你就看得到亮光了。就像坐着一样，你只要站起来，要走路，你只要站起来，你就可以走了。其实很简单。要看到亮光，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离开黑暗。离开黑暗，走要做的就是悔改。当我们悔改、转身，我们到上帝的时候，走向耶稣的时候，因为耶稣就是光，行在光中，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本性，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也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里面。当我们常常在你里面的时候，黑暗就自然而然会离开我们。愿神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一个谨慎的心，一个悔改的心，在这个信仰的旅程当中，与主同行。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一起来唱回应诗，住在你里面。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主啊，我们要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
枝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我们再来听听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弥迦书》6章8节，上帝说：“世人啊，你们要做什么？世人啊，什么为好？我期待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谨慎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爱、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唔免惊。哦，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都会行，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我起来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免惊，嘿，总会惊，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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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跳起来，1、2、3。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交谊请安。啊，下面可以吃。